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沪深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而且是带量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1.05%， 深成指涨 1.47%， 创业板指数涨 2%， 北证50指数涨 0.97%。这个三个市场成交额18176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放量将近3000亿元，上涨的个股有3600多只，就是涨多跌少那今天怎么突然涨起来了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又是小作文的功劳尾盘有一些股票跳水，但是这个涨势还在那儿。这个小作文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彭博社也说了，说华尔街大行预计中国明年降息幅度可能达到10年来最大。许多华尔街大行预计说，决策者将加大力度提振经济增长，并应对通缩压力。这个前一阵子付鹏不说了吗？城市的女白领目标就是挣300万存银行，然后吃利息。我说这一招不行因为政府是不允许你这么干，你的银行利息不停的调低，趋近于零。这个华尔街很多大行就认为明年咱们恐怕要迎来最大幅度的降息。说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预测，中国央行2025年将把主要政策利率下调40个基点，这将是2015年以来日历年度的最大降幅。届时7天期逆回购利率将下调至 1.1%。 彭博最近调查中的预期中值为下调30个基点，也就是说这个降息要超预期虽然这个幅度相比多数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的通常操作来说要低很多，但中国央行有理由保持谨慎，降低利率将令商业银行本已处记录低点的净息差承压。在房地产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银行蒙受是缓冲空间将更小。无论如何，很少有分析师认为在信贷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单靠货币政策就能刺激经济。降息的预期那就将银行的钱全部赶到市场上来，这个利好股市实际上这彭博社也说了，你降息对银行来说压力更大，对韭菜来说呢，你既然知道明年要降息，你今天急着买房干什么呢？明年按揭贷款利息还要调低你现在买房，明年你就要存量按揭贷款，那想调比登天还难。当然这是小作文降息也加剧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想一想俄罗斯吧，俄罗斯为了稳住卢布，它利息都已经加到了21%了，你可能还要加息。当然了，仅仅靠彭博社的这个小作文就能让沪市涨1个点吗？显然不是，还有小作文。分析人士称，市场可能预期会有刺激政策出台。今天早盘 A 股突然打破平静， A50 直线拉升，不光 A 股涨连港股都涨了。恒生科技指数涨超 1%， 恒指涨超 1%。 分析人士认为下周召开的重要会议，市场可能预期会有刺激政策出台，也就是可能会有更大的刺激政策。咱们以前就说过了现在全靠小作文，全靠对大会的预期来顶着这个胡适直到大家都不相信了。什么时候不相信呢？我想时间不远了。靠这种小道消息，靠这种对会议的预期，对吧？希望政府出手，这个是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点位的。这个昨天新华社发布经济增速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问答之一。这个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更加注重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不是简单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5% 左右，我们一直朝这个目标立以赴，经过努力在 5% 左一点或者右一点都可以接受，也就是说比 5% 多一点或者比 5% 少一点都可以接受。那有网友就问了，那你为啥定个 5% 呢？文章称，相比于速度评判经济好不好，我们要看发展动力是否强劲，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看创新驱动力是否更强了，发展是否更协调，绿色底色是否更厚重了，开放水平是否更高了，老百姓是否更幸福安康了。说的都很有理非常在理。就像像极了这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考试没考好，回家找借口，对吧？这个学习成绩不能反映全部，不能唯成绩论，不行，咱们就把标准改一改吧。问题是，你就是说老百姓是否更幸福安康，这个恐怕也是个问题开放水平是否更高也是个问题就是换个标准，难道就
说现在好了吗？改统计口径，改统计规则，这个多多少少啊，有点那么掩耳盗铃的意思。我记得去年啊，统计局他不公布青年失业率，那失业就少了是吗？现在已经要求越来越过分，越来越高啊。什么叫越来越高呢？也就是他不仅不允许你说不好，数字反应不好那也不行，把数字给改了，实在改不了那就改标准。总之稳中向好的局面，对吧？这个是不改的。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说啊 ，A 股是发动机，不是晴雨表。A 股这次起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大家看视频啊。股市起来，我们只许成功，不能再失败了。这是一项决定我们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儿。我们要把股市当成拉动经济的引擎，不要老提它是晴雨表。现在它是能够带动温度变化的引擎，它能够直接往里注资啊。但是你注资 IPO 你要合理，你不能老是三高超募，要5亿你非得给我50亿，那我不理财我干嘛去？理财我就上当。而且影响了后续大部队上市啊，所以我才提出来要把大股东的减持和 IPO 的价格抑制三高超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它如果起来了，那就一定能够带动消费。你说你个人财富有1万块钱和有100万块钱，你的消费能力能一样吗？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消费跟投资它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脱节这么厉害。现在我们需要的高科技这些新兴产业太需要投资了，中国是短板啊。所以现在我们寄希望于股市作为一个发动机，把整个中国经济能拉动起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说 A 股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说了几十年，似乎也对不上。这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 ，A 股是 A 股，因为 A 股长期在3000年上下乱窜，对吧？咱们经济好的时候8%、10%的增长，那 GDP， 对吧？现在虽然 GDP 5%上下左右，那咱们马上要改了吗？统计口径改一下 ，GDP 又上去了。但是这个胡适它是晴雨表吗？这专家竟吓人啊！这现在胡适连晴雨表都说不上，他给它升级成发动机了，给人感觉好像是胡适绑架了经济啊，不是房地产绑架经济啊，是胡适绑架了经济啊，或者说经济被房地产和胡适双绑架。这个私募界的女魔头啊，叫李贝，我记得去年还比较火啊，今年好像沉寂了很长时间，现在又不甘寂寞啊，又频频出来活动。这个李贝啊，好像昨天呢，在这个南财经2024分析师大会这个会议上，李贝啊发表了叫近代满园花开的主题演讲。作为这个半夏投资的创始人，这李贝说啊，他是李子柒的忠实粉丝啊，是李子柒的长期粉丝。他得出一个结论啊，他说子柒停更以后啊，基本上就是熊市，这李子柒一回归就是牛市。他说啊，我希望这是一个冥冥注定的巧合。我终于知道了啊，他是半夏投资创始人，这私募的创始人，小有名气。这个私募界的女魔头啊，居然也是冥冥之中啊，李子柒停更，哎，资本市场就走弱了；李子柒一回归，哎，就牛市了。这个正好啊，很合理的、完美的解释了胡适为什么叫玄学炒股。你说连这个私募基金的创始人都玄学啊，那你说那些金融消费者炒东南西北中发白，炒10年，炒葫芦娃大战蛇精，哎，葫芦娃大战蛇精，7个葫芦娃，所以那个葫芦娃股票啊就7个涨停。董事长属蛇，所以这只股票就是暴涨。你这么一看的话，也能解释啊，很合理，因为连私募基金的创始人都是这种态度啊，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然后他还说了啊，在谈到当前投资环境时，李贝表示，当前的经济状态已经开始货币宽松，但财政尚未显著发力，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妖股，而真正的顺周期和蓝筹股却表现平平。但他相信，随着太阳这里指的叫财政政策啊，逐渐加强，市场将会迎来更加健康的发展。我在想啊，就这些人呢，迫于自己的这个业务需要或者宣传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论坛，对吧？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即便你不能像傅鹏、像高尚文那样的讲那么一点点真话，那你也没有必要去闭着眼鼓掌就是好。从这儿就能看出啊，这些所谓的私募基金创始人，这个名声大，叫其实难副啊，名声在外，实际上水平很差啊，都是靠宣传包装，叫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也是墙头草啊，风吹两边倒，没有自己的认识啊。去年啊年底暴跌的时候，这个李贝说了，冲出火场的人不要再返回火场了，对吧？在暴跌之前，李贝疯狂的吹嘘，这就是10年来最低点，甚至是他一辈子看到的最低点，以后都是一路高歌。结果后面啊再来一波下跌，他就疯了，破防，说这个冲出火场，不要再返回火场了。现在我看他是不仅返回火场，他还加仓了。你说
这都是什么人呢？啊，正因为私募啊机构都是这种水平，所以这个金融消费者啊，这个散户才会越来越多啊。确实他们也不信任这些机构，因为这些机构看上去水平比散户还差一点，哎，这就是散户啊，为什么多的原因，这就是机构散户化。你看机构的认知都是这样。最近啊，有很多这个专家学者，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傅鹏啊、高尚文呐，出来对吧，讲了几句，结局就是遭到封杀禁言。但是还有其他的专家啊，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啊、不同的方式委婉的表达啊。你比如说这个吴小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发展，这个吴小球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现在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要正视困难、正视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第一步啊。你连问题都不敢正视，对困难也不敢正视，那些数字都经不起推敲，你能找到解决办法吗？他说这些问题包括宏观经济趋势下行、财政收入结构的矛盾、M1 和 M2 呈现越来越多明显的剪刀差、社会消费需求和意愿在下降等。不过这个没关系啊，吴小球老师多虑了，因为 M1 M2 的统计方法要调整，这样的话这个剪刀差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不行改统计方法，不行改标准。刚才说了那个青年失业率改了之后再公布，你看大家就不害怕了。这个吴小球呼吁到说，对企业的罚没收入要保持高度警惕，我们一定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市场的信心，维护企业家的信心。这个不仅要对企业进行罚没，现在要对车主进行罚没了。这个 OBD 检测啊，现在粉墨登场，隆重登场。以前啊，2019年 OBD 检测就已经开始推行了，但是啊，没有正式的，就是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执行，所以各个检测站啊，就用那个屏蔽器啊，直接给它屏蔽了，然后都能过。现在对不起，所有的屏蔽器不准用，取消，谁检测站作弊，谁要负刑事责任。这样的话，恐怕大部分车主啊都要花钱消灾啊。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恐怕很多人也知道，就是大路上、马路上、高速上、城市的角角落落里面有很多摄像头，但是不是所有的摄像头都打开的，尤其抓违章的那个，很多摄像头它就是放在那儿，它没打开。那现在呢，恐怕所有的摄像头都要打开，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吴小球说啊，对吧？这维护企业家的信心，这企业家信心还没维护呢，他现在开始寒了车主的信心了。那大家只能拿脚投票，就不买车，有什么办法？这小球还说啊，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意愿在下降，应该是信心和预期出现了问题。预期来自于稳定的制度架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如果不稳定的话，人们的预期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跑到日本去原因，对吧？这很多上海人呢，很多有钱人把房子一卖掉，润到日本，润到美国，因为他确实不知道你下面要搞什么，没有，只好啊36计走为上。吴小球强调说，要找到忧虑的根源在哪？根源就是完善法纪，就是稳定的制度体系，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对，下鸟论呢，你不要老是去下鸟，对吧？这个稳定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这种制度预期啊，才能稳住人心，人家才敢留下来玩，对吧？像夹头那样的动不动开枪，鸟都吓跑了，可不是吗？现在都已经有点钱的、有点财的都润了，那你留下来的都是穷鬼杀恶鬼，那好得了吗？说到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现在为这个叙利亚的局势啊深深的担忧，叙利亚变天了，大马士革似乎守不住了，对吧？这个胡锡进同志的老朋友似乎要少一位了。这胡锡进老师啊还谈到了美国对华政策啊，这里不仅要谈到特朗普现在任命了一个新的美国驻华大使，这个大使据说啊也是个强硬派啊，似乎不是那么友好。这胡锡进老师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啊，中国是大国，有很多省，各省会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利益，如果各省都搞市场封闭，抵制外省产品，对老百姓能好吗？如果上海、广东、浙江带头那样搞，对他们自己能好吗？所以中国建立统一大市场一直不遗余力，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这个统一大市场这样来抑制啊地方保护主义。胡锡进说啊，扩大到世界看，道理是一样的，全球化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大多数老百姓，越发达的国家受益最多。如今美国带头搞高关税，小院高墙，对他们自己有利才怪了。我在想啊，如果美国人要犯错误，搞得
这事情对他不好、不利、不好，削弱美国的实力，那我们不应该告诉他呀，不能提醒他，你应该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你老是提醒他干啥呢？你老是对吧？老是想让他纠正，他对他自己不好，你管他干啥呢？说美国就是吃全球化吃肥的，它的高技术还有美元霸权，哪个不是因为全球化而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如今他们搞起了逆全球化，开倒车，使自己作，获得的只能是3瓜2枣，失去的将是帮助他长期获益的基本面。美国优势的辐射面将缩小，他们世界将缩小。这给我感觉，这胡静老师啊，那还是心心念念的关心美国，他是打心眼里希望美国好，因为美国你看倒行逆施嘛，开倒车，那美国经济就要下滑，美国啊辐射面将减小啊，美国的世界也会缩小。那胡静老师为什么这么操心美国呢？关心美国的好坏呢？按这个竞争来说啊，博弈，那美国弱了不更好是吗？所以不好理解啊，就是这些正能量，这个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对吧？你要说美国搞脱钩锻炼，你影响了我们发展，那你骂他就完了。对吧？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高关税，你影响了我。哎，他说美国自己害了自己，那人家害自己关你什么事呢？你操那个心叫先吃萝卜淡操心，对吧？应该夹头老师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夹头的房子在美国，对吧？夹头老婆孩子在美国，夹头自己说不定也在美国，美国衰弱了对夹头不好，对吧？所以说啊，规劝管劝美国政府那是夹头的任务。这胡锡进老师他应该劝美国，对吧？应该给美国鼓掌叫好。你看自己作，对吧？自己在衰亡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应该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才对啊。他怎么也同情去美国起来了呢？美国需要他同情吗？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正能量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说美国自己害自己，那正能量就应该闭嘴，千万不要提醒美国人。美国人笨得很，喜欢摸着石头过河，他不知道吗？有好几个中国人给他指出错误，哎，他们就是看不见，有路他不走。说到夹头老师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正能量，比如说这个山东专家香港的卢教授，还有维维老师，哎，他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资本挂嘴上，对吧？这个山东专家一天到晚叫什么金融资本，这个卢教授是美国资本，反正都是万恶的，对吧？那个夹头老师那是心心念念的回到过去，那资本家呢肯定都是邪恶的。今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是一个李教授啊，他在上课的时候，哎，给下面学员他在解释资本，大家看视频啊。资本家和资本是两个概念，资本家剥削人是对的，但资本但是马克思讲的资本的人格化身叫资本家，资本可以依附于国家，也可以依附于人民，也可以依附于企业，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附在任何主体上它都应该是中性的，附在国家的身上就叫国有资本，附在私人的身上就叫私有资本。私有资本就剥削吗？市场的逻辑是你生产的产品别人不满意，别人怎么样？用脚投票。你如果说我剥削，一方面人们在宣扬资本家在剥削我们的工人，一方面又讲资本家不想剥削你了，用机器人代替，你又在唠叨机器人抢了我的饭碗，都是在讲矛盾的话。不要搞的是这么复杂，资本就是投入生产中能产生价值的东西。资本家在剥削工人，我就举一个例子，老李办了一个企业亏损了，我在剥削谁？你们给我解释，我剥削了工人吗？刚开始投入500万，最后3年算下来，这500万也没挣回去，都花给员工工资了。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还早，你们还能休？我一个没休息过，我剥削谁了？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呀。剥削的是权利，所以明知道这个理论是错的呀，所以它不具有剥削性，更不具有阶级性。它只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要素，你干嘛把这样一个创造财富的要素用阶级性去怎么样定性呢？我觉得这个李教授把资本说得很清楚。什么是资本呢？我在以前节目我也反复说，我们
存在工行的钱，那就是资本，对吧？你这资本你穿透下来，跟我们也有关系啊，那我们就变成邪恶的了吗？那我仅仅是，对吧？把工资舍不得花，勒紧裤腰带存到工行，我就变成资本，变成邪恶的了？你说这都叫什么逻辑，对吧？大家把辛辛苦苦攒下来血汗钱，不都是工人吗？打工仔996，你把钱存到银行，那个银行把你的钱又放出去了，不就变成资本了吗？那你说这个逻辑它是不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说这个动不动啊就说资本的邪恶，金融资本，对吧？什么美国资本阴谋，这都是愚民，对吧？都是降智，制造工人和这个企业主之间的这个对立，搞阶级，对吧？这一套，你看最近那个于东来也是的，你于东来一年挣几千万，你不也变成资本了吗？你是良心资本，你怎么区分良心资本和黑心资本呢？所以这些人啊，把这个矛盾往这上引的，可以说都不是好人，都是坏人。谁剥削你啊？权力，不受监督的权力，不是所谓的资本。如果资本这么爽，那银行现在天天忽悠你贷款创业，你咋不去呢？对吧？现在你很容易就成为资本家，银行借钱给你啊，对吧？银行给你出资本呢，现在不是银行天天好几个电话催你吗？贷款，对吧？经营贷吗？那不就是资本？既然资本这么好，对吧？这能剥削别人，那为啥不去呢？所以现在还在搞这种996打工人跟什么企业主之间这种矛盾、阶级对立，这些人不是蠢就是坏，主要是坏，对吧？这样就把权力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这种矛盾啊，转移到所谓的资本身上，只是为了转移矛盾，对吧？资本是个中性词，没什么好坏，甚至啊，如果呢它能带来价值，对吧？带来增值，那就是好事，为社会创造财富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